喺東方咧，兔仔好多時候咧都會象徵住長生不老嘅意象啦，而喺西方嘅兔仔咧，有好多時候都會帶有迷途嘅意思。唔知道喺熒幕前面屬兔嘅朋友，你而家對自己嘅人生方向又係咪處於一個比較迷茫嘅狀態呢？喺今集嘅內容，我會繼續透過姓名學去講解屬兔嘅人士喺改名嘅時候要注意嘅事項啦，同埋點樣可以喺職場啊、人際生活上幫助到屬兔嘅朋友咧，發揮到佢哋自己本身嘅自身優勢。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知命心方，我係 Jan， 係一位命理同埋心理嘅諮詢師。喺呢一個頻道會定時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命理、玄學、心理同埋成長思維相關嘅資訊。之前都同大家喺姓名學上面探討過生肖屬龍啊、屬雞嘅朋友喺改名嘅時候要注意啲乜嘢。咁我哋今集嘅主角內容咧就係兔仔啦。咁兔仔咧喺12生肖入面咧就係排行第4，咁就係卯啦，咁就屬於一個陰性嘅木，方位咧就係正東方，亦都代表住農曆2月經直至到去清明前嘅呢段時間，咁係屬於春天，同埋咧係都係個木氣最旺盛嘅時間。而卯咧亦都對應住我哋人體嘅肝膽啊、四肢，甚至乎係神經系統。咁其實兔仔同豬、羊咧就係3合嘅關係，而同狗咧就係6合嘅關係。喺中國嘅神話入面咧，兔仔好多時候咧，其實係象徵住月亮啦，甚至乎有啲傳說咧話玉兔咧，其實係月亮女神嫦娥嘅伴侶，咁佢咧就負責喺個月宮入面攞住啲棍喺度搞下搞藥咁樣，亦都係象徵住長壽啦同埋智慧。咁但係咧喺西方嘅文化入面咧，兔仔咧其實係代表住一種嘅繁殖力啦，同埋係生命力，亦都係成日咧會被象徵住希望啊，或者係重生，就好似咧復活節嘅兔仔咧，亦都係春天啦，甚至乎係生命力嘅代表。無論喺中式或者西式嘅文化入面咧，其實兔仔好多時候都會同溫柔啦、聰慧啦、長壽，甚至乎係靈性呢啲形象咧，好緊密咁樣連埋咗一齊。咁其實兔仔咧，亦都代表住活力啦，甚至乎係一種嘅生機。而屬兔嘅代表名人咧，又分別有劉亦菲啦、周瑜、Michael Jordan、David Beckham、愛因斯坦、蕭敬騰、佘詩曼啦、梅艷芳等等嘅。而屬兔嘅朋友仔咧，通常咧都比較溫柔啦，佢哋嘅共情能力咧都係比較強，而佢哋咧亦都可以好敏銳咁樣去觀察到其他人嘅情緒需要啦。再加上咧，佢哋咧有一種謹慎同埋細心嘅特質，所以咧佢哋對藝術啦、文學方面咧都係比較有創造力，甚至乎係天賦。佢哋好多時候咧都有種柔韌性啊，亦都可以話佢哋嘅適應能力好強。屬兔嘅朋友咧，佢哋好容易其實會受到外界啦或者環境嘅影響，而令到自己咧冇乜主見啊。但係同時咧，佢哋嘅適應能力咧又好強喎。無論喺乜嘢嘅環境情況下面咧，都比較容易生存到或者適應到。但係咧，佢哋對關係咧特別容易會產生一種依賴心，所以咧你要小心咧，自己唔好因為過度咁樣遷就或者去變形咧，變成一種隨波逐流而冇咗自我。除咗佢哋適應能力好強之外咧，佢哋對環境嘅感知能力咧都好強嘅喎。咁其實應該話佢哋有一種對危機咧有一種嘅預判能力，所以咧有陣時咧會因為太過謹慎啦或者猶豫不決咧，好多時候會錯失良機。而屬兔嘅朋友仔咧，好多時候都係比較細膽啦，所以令到佢哋喺關鍵嘅時候咧都唔夠果斷啦。而屬兔嘅朋友仔咧，亦都特別容易同時裝設計啦、園藝啦、造景，甚至乎文學呢啲去結緣。而卯呢個字咧，其實亦都係4桃花之一，所以咧女士亦都要特別注意一啲嘅桃色事件。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講下屬兔嘅朋友仔喺改名嘅時候咧，又有啲咩要注意。第一點咧就係要注意忌用一啲同龍相關嘅字，就例如帶有言、語、背呢啲字眼嘅字，就好似詩、信、詠、謙、背、神、語、雲、霍、說、遐、商、文、亭、震、精、允、財、何、賜、之、言呢啲字眼等等。喺之前屬龍嗰集咧，其實都有講過，其實龍同兔咧係相害嘅關係，亦都有句說話咧係講玉兔逢龍雲裏去啊，即係話龍同兔咧其實就唔係咁適合放埋一齊嘅。第二點要注意嘅咧就係忌用一啲同雞相關嘅字，即係好似帶有酉啦、飛、羽、鳥呢啲字眼嘅字，就例如純、飛、培、翠、長、鄭、銘、飛、紅、鳳、耀、毅等等嘅字，其實咧就因為兔仔同埋雞咧會相沖啊，亦都有句說話係講雞兔同籠刑且克，即係咧好多時候啊，雞同兔仔嘅性格咧其實有一種衝突啦，甚至乎係對立嘅關係，所以咧當兔仔同埋雞共處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會帶嚟衝突啦。用到以上嘅字咧，亦都係主會出現多變動啊，唔穩定，性格亦都容易矛盾啦，甚至乎係有感情糾紛嘅。而第三點要注意嘅咧，就係要忌用一啲同蛇相關嘅字啦，就好似字、蟲、卓字部，即係艇仔邊嘅字，就好似熊、形、容、堯
達、順等等嘅呢啲字眼。因為蛇其實係兔仔嘅天敵啦，用到以上嘅字亦都係主有意外啦，容易受傷、唔順利，甚至乎係受欺負嘅意象。而第4點咧就係要忌用一啲乙、辛、豎身邊字旁嘅字，就好似憑、因、慈、銳、惠、智、思、德、為、忠、義、情、明朗、玉、胡、正等等嘅字眼。因為肉咧其實都唔係兔仔主要嘅食糧啦，用上以上嘅字眼咧，我哋都係煮唔得食。而第5點要注意嘅咧，就要忌用一啲衣、跟、彩字部相關嘅字，就好似凡、彩、言、同、賓、影等等嘅字眼。因為用到以上嘅字，其實兔仔咧亦都會變得自大啦，同埋中意炫耀，係會容易招惹是非啦，招人妒忌，甚至乎有小人，好容易影響到人際嘅關係。而第6點咧，亦都要注意忌用一啲同人相關嘅字，就好似傳、宜、配、信、偉、健、佳、傑、進、輪、收等等嘅字。因為當兔仔見到人咧，其實會有一種被捕獵啦，或者係需要隱藏嘅意象，亦都係主壓力啦，同埋限制嘅發展。咁以上亦都係一啲屬兔嘅朋友喺改名嘅時候要特別注意嘅字啦，但係我都想同大家解釋一個概念，點解我淨係提供忌用而唔提供喜用字？咁其實咧就以屬兔仔為例啦，就好似2011年嘅辛卯年，咁天干係屬金，地支係屬木，同埋2023年嘅癸卯年咧，天干咧係屬水，地支係屬木。咁雖然其實呢2個年份咧都係屬兔啊，咁但係其實喺五行嘅結構上面咧，其實已經係有分別。所以即使其實我提供一啲喜用字咧，其實都唔代表所有嘅屬兔嘅人士都係啱用，但係如果忌用咧，大家亦都可以盡量去避免。又或者你都想知道而家用緊嘅名到底適唔適合你啦，或者想幫你嘅小朋友啊、公司去改一個好名咧，亦都可以點擊下面 info box 入面嘅連結，同我預約進行諮詢。咁如果呢條影片對你咧都有所幫助，亦都可以 save 低佢之後再反覆去觀看。又或者對呢類型影片都有興趣嘅朋友，亦都可以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我哋喺下一條影片繼續再見，拜拜。